老大，这是咱们家所有的积蓄，30多万，都是你挣的，还有他们给的。哎呦，妈不管了，管这么多钱累得慌。您想当甩手掌柜的，可是您不管谁管啊？你，我，就是你。哎呦，妈，您可别吓我，我可管不了，我那脑子不够使，我管不了妈。听我说，这挪窝得需要钱，这个房子的米数多出来，不是也得要钱吗？回迁之前，咱们得住地方吧，也得住个1年半载，这租房也得要钱，都得用得上，拿着吧。您相信我呀？我什么时候不相信你了？妈那时候当居委会副主任的时候忙，不是把生活费都给你了吗？妈，那是1个月的生活费，这都是您的老底儿。哎呀，生活费老底儿都一样，就是多和少呗。哎，妈呀，最近血压有点高，我得眯瞪。哎呦，来，我扶你了。哎呦，妈呀，这岁数大了吧，身体可是第1位的。您不能跟那陈刘氏挨马大婶较劲。我听说你们一走就是10好几里地，那可不成。岁数大了，活动多了不行。你说您不在乎您的身体，可是我在乎啊。回头您在哪儿不舒服了，全家人不都得怪罪我吗？那妈，那我就收着了。哎呦喂，您说这么多钱，怎么弄啊？我这哎呀，哎呀，都快当妈了，不学几个拿手好菜啊，将来都对不起你儿子。慢点！大姐回来了。露露，见到你妈妈干什么呀？在这里，铃铛呢？也在这里。你们2个人见到你5姨之后说什么呀？小弟弟出生，我们也不带他玩，真棒！就得这么说啊。露露，哎呦，可想死妈妈了，来，妈妈抱抱。不要抱我，让开。哟，你不喜欢我啦？然后这是什么？大姐，你怎么教孩子这个呀？啊，他真的录了秀小妈。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妈妈，哎，苏小，我教的比你好吧？大姐，五姨，你别叫了。大姨说了，小弟弟出生，我们也不带他玩。铃铛，别，气死我了！大姨让你画的，今天上图画课了，那你就画这个。老师说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得，这下你爸妈罪孽深重了。那你为什么给妈妈看呢？大姨说了，妈妈看了会掉眼泪的。用什么招也不好使。我去做饭去了，做饭去了。小妹，哎，你不饿，肚子里的宝宝还饿呢。大姐啊，去做饭去了啊。这叫重兵压境，我自岿然不动。一个打锅俩吧，老大。我，哎，妈，你管管你家闺女，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？哎呦，这小妹从小不是一直把你当妈了？看您又来了，苏珏，不许笑啊！妈，人家现在长大了，懂事儿了。哎，我一个傻了吧唧的傻老大，哼，做大姐现在都不称职。这叫窝里反，少养着你，少子。
哥，我呀就一直想生个男孩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把你当反面教材呀。嘿，我这儿子要一生下来啊，我就抱你面前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你舅舅。你要赶外甥打灯笼照你舅学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对呀。你来往这儿打。哎呀，小妹，那孩子都在这待着呢，那当姨的不行说这个啊。就是，小妹，不能这样说你哥哥啊。你不是不认我了吗？我也不认他这哥了，咱呀就来个六亲不认。你说说，这不，我这不逗他玩儿，你还给我真急了呀妈！两半截啊，经常是作茧自缚。没事儿，小妹啊，一会儿就认输了。她呀斗不过老大。老大，哎妈，你可忘了咱家的光荣称号了啊！什么光荣称号啊？什么叫老大？那叫傻老大。改了，妈以后不说了，你也得改啊。我怎么改的？那我改了，我叫什么呀？那我叫大姐。我别扭啊，妈！别扭什么呀？你要是不改过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就让我这孙子、外孙子、外孙女们叫你什么，你知道不？叫什么？傻老舅。嘿，我这可不行啊！这不行，这不行吧？这什么傻老舅？那我改不改？那我就叫啊，这大姐。太别扭，太别扭了。你看他那样，真有点像傻老舅。行了行了，小妹，是大姐不对，行了吧？就是你不对。行行行，我不对。小妹，我告诉你啊，还是不能再提房子的事儿。大姐是想好了，回迁之后啊，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咱们家人不分你的我的他的，还是一家，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！啊，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回头把你那个啊，就是那个大哥大借我用用。干嘛呀？还不是为你三姐的事儿啊！哎呀，你以为你找那三姐夫那么容易啊？啊！好，成了啊！别哭了。喂，谁啊？大姐啊！那行，好，那个素梅啊，你开门，大姐来了。哟，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娘们病了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快说什么事儿啊？半夜的哦，那个没事儿，是我有事儿。嘿，这有心脏病呢，还不被你吓个半死啊？这半夜三更的。大姐啊，你是没在机关待过啊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半夜来电话。这半夜一来电话，不是出大事儿就死人了。没出事儿也没死人，是我心里有事儿，睡不着。你睡不着，半夜出来吓人啊？行，别动，快坐，大姐。哎，坐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钱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咱妈吧，不知道哪根神经动了，非要把她这些存款都交给你。妈说啊，她不管了，咱家所有的这些大事儿都得你来管。晒我？这怎么是晒你啊？这可是30多万呢，李向东，你说说，这30多万可不是开玩笑吧？30多万呢？这都是我妈的老底儿。她二姐，我跟你说，咱妈说了，咱这房子可以拆，可是家不能拆。回迁之后还都得住在一起，不分你的我的他的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这拆迁不是会有大笔的费用吗？妈说了，这个钱就得你管着，你是咱家的主心骨，这钱放在你那儿，他才放心呢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
这么多的钱放在我那儿，我可真是睡不着觉，所以我就赶紧给你们送来了。行，这钱我送来，我就放心了啊。你慢点，姐。哎，赶紧回去睡觉吧啊！我走了。哎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搁我也睡不着。傻大姐学会耍心眼了，臊得慌。为什么呀？妈把钱交给她，说明妈只相信大姐能将她养老送终。这大姐又把这个钱交给我了，说明呢她想告诉我这个拆房不拆家，那个家原来什么样，以后还什么样。你们家这全是学问，我和别人家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